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3年的7月24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39篇13节到18节，创世纪32章第3节到21节，启示录第14章12节到20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收割。上个礼拜我们提到了耶稣基督的教导，看见那些人的行为就知道他们是假先知。这样的教导所说的就是要门徒们能够避开那些假先知的教导，对于假先知的影响也要避免他们的引诱。同时，耶稣基督也在提醒门徒以及基督徒们，应该要有好的生命行为，因为什么样的树就收成什么样的果实。耶稣基督也告诉我们，过了些时候，主另外拣选了72人，派遣他们出去，每组2个人，先到他所要访问的每一个市镇去。他对他们说，农作物很多，而工人很少，所以你们要恳求农场的主人多派工人去收割他们的农作物。这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第10章第1节到第2节。收割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基督徒的生命就是要去使人得益，领人归主。我是喜欢引用美国加州的一间基督徒开的基宝连锁店，它呢，除了商品的外包装都标上这个金节以外呢，这家店主日是不开店的。这样的一个连锁店，根据了解，在生意最好的礼拜天做了休息的决定。这种做法让它的总体的营收短收了1/5，但是呢，却是非常成功的表达并且见证了一个基督徒企业家的信仰勇气。另外还有一家也是基督徒的开的店，一家汉堡店的名字叫做 In and Out。 这一家著名的汉堡店除了好吃以外，它的这个牛肉呢，标榜是全部没有冷冻过的。那它的外包装一样，也都印上了金节。就企业形象来说，这是非常难得的做法，他们愿意用这样子来表明自己的信仰，而且并且用这个来作为商品的包装。有趣的是，这一家店的名字 In and Out， 它是非常符合基督徒的受呼召的精神。因为基督徒是蒙受恩典，进入了救恩，然后就领受了呼召，出去传福音得人，然后再进入救恩。就这样子反反复复的进出出，就将福音传出去。基督徒如果没有受呼召的心志，就没有办法成为教会的门徒或是使徒，受差遣去传福音，然后没有办法领人归主。如同耶稣基督告诉门徒的，庄稼成熟了，缺乏工人去收成。昨天我们以创世纪第28章的经文在主日分享，雅各逃往舅舅家的途中，在旷野睡着了。他就梦见上帝告诉他说，我是耶和华你祖先的亚伯拉罕的神，也是以撒的上帝。
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福给你和你的后裔，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的多，必向东西南北展开，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。我也与你们同在，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必保佑你，领你归回这地，总不离弃你，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。虽然他在舅舅家21年的时间被舅舅给欺负欺骗，看起来好像上帝的应许说要与他同在，要保护他，好像都没有做到。但是事实上，我们看到上帝的保守确实是与雅各同在的。在今天的经文里面，创世纪32章第3节到21节，我们看到雅各在回到自己的家乡的路上，他摆在他哥哥面前是他21年来的收成，这包括了他的妻儿成群的家业，或是那一些众多的仆人，甚至实际的产业，包括这么多的肥美牲畜，这在都见证了上帝的恩典在他的生命当中。圣经这样说，雅各派他的使者们先往以东地区见他的哥哥以扫，吩咐他们转告以扫，我们的主人就是你的仆人雅各，吩咐我们向主以扫说，我跟拉班住了一段时间，延迟到现在才回来。我拥有牛、驴、绵羊、山羊和仆人。现在我先派人来报告我主，希望得到我主的欢心。使者们回来向雅各报告，我们遇见你的哥哥以扫，他已经出发，带400人要来跟你相会。后来雅各也实际的将他的收成作为礼物，也一对一对的来送给他的哥哥以扫。圣经说雅各在那里过了一夜，他从他的牲畜当中挑选一部分作为送哥哥以扫的礼物，母山羊200只，公山羊20只，母绵羊200只，公绵羊20只，哺乳的母骆驼30只，各带着小骆驼，母牛40头，公牛10头，母驴20匹，公驴10匹。雅各用这样子来表达他的诚意，虽然我们知道他还有戒心，还是有心计的。约翰在启示录也提到了，因此那些服从上帝命令、忠于耶稣的上帝子民需要有耐心。我又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，你要把这话写下来，从今以后为主而死的人有福了。圣灵回答，是的，他们将结束劳苦而享安息，因为工作的成果随着他们。这成果就是生命见证的收成，是一个生命展现的结果，也是上帝用以衡量判断我们的标准。约翰在启示录针对7间教会的评论，也都是用这样的一个成果来提醒，来评断他们。约翰继续说，我再看见一片白云，云上坐着一位仿佛人子，头上戴着金冠，手里拿着锋利的镰刀，
另外有一个天使从圣殿出来，向坐在云上的那位高声呼喊：时候已经到，地上的农作物成熟了，用你的镰刀收割吧。于是坐在云上的那一位向地面挥动着镰刀，地上的农作物就被收割了。我又看见另外一个天使从天上的圣殿出来，他也有一把锋利的镰刀。接着他又有一个管理火的天使从祭坛那里出来，他向着拿锋利镰刀的天使高声呼喊：用你的镰刀割取地上的葡萄，因为葡萄已经熟了。于是那天使向地面挥动镰刀，割下地上的葡萄，把它扔在上帝烈怒的大榨池里。葡萄在城外榨酒池里被踩踏，就有血从榨酒池涌出来，淹没了300公里，深约2公尺。这里记载了3个不同时期的收割，14节到16节是第2个时期，大灾难时期地上的庄稼。17节到20节讲到大灾难结束之后熟透的葡萄。这里的收成所指的是邪恶者的罪恶满盈了，收割者是上帝的人子耶稣基督，压榨则是上帝的惩罚。这是我们所谈到我们的生活见证，就是上帝要判断我们的标准。如果我们的生命没有好的成果，没有好的收成，上帝就会用这样子来衡量，这是我们被衡量的标准。诗篇139篇13节到18节，我的5脏6腑是你所造的，我在母腹当中，你把我凑合起来。我颂赞你，因为我受造奇妙可畏，你的作为奇妙非凡，我心里深深领会。我在母腹中被塑造，在隐秘中逐渐长大，骨骼怎么样成型，你都知道。我出生以来，你已经看见了我，那为我安排尚未到来的日子，已经都记录在你的册上。上帝啊，你的意念多么深奥，你的心思多得难以数算。我要是数算，比海沙还要多。纵使数算到底，我仍然跟你在一起。恳求上帝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不但成为基督的门徒，更愿意受差遣成为使徒，为主的福音来收割，为主的救恩来收成。求主使用我们，感谢上帝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